好啦 ，practice paper paper one 嘅第3條，咁 factorize 啦，因式分解啦，咁 factorization 咧其實都係 DSE 比較常見嘅題目嚟㗎啦。咁咧不過大家咧其實有計數機嘅話，對大家嚟講比較簡單嘅。咁但係我哋都默翻嗰啲式出嚟先啦。OK， 好啦 ，a 加 b 嘅 square 咁就等於 a square 加 2ab 再加翻 b square 啦。OK，a 減 b 嘅 square 等於 a square 減 2ab 再加翻 b square。OK。好啦，跟住 a 加 b，a 減 b 就會等於 a square 減 b square。好啦，大家如果考 DSE 嘅話咧，呢3條式對於大家嚟講應該已經 handle 到㗎啦。好啦，咁咧就睇一睇題目啦。OK，A 題9x square 減42xy 再加翻49y square。好啦 ，method one 就用翻我哋啱啱所寫嘅式，中間係一個減號，再加個加號，一個減號一個加號，所以係呢條。好啦，咁而家我知道 a 二次等於9x 二次，所以 a 就會等於3x，所以3x 減咩啊 ？b 二次等於咩啊？等於49y 二次，所以 b 就會等於7y，所以成條式答案就係3x 減 7y 嘅 all square， 得唔得？咁但係大家有計數機嘅情況下咧，無論係呢種啦 ，OK，fx50h 啦，fx50f 啦，或者 fx50f(h)2 啦都好啦，咁其實都可以直接用計數機撳到呢個答案出嚟嘅。咁你首先 formula 01啦 ，OK。都係用翻 formula 01去做㗎，咁可能有少少反光啊嚇。好啦，咁 formula 01啦，咁第一個9啦，咁 9x 二次就撳9啦 ，x 係橋啦，跟住第二個就-42啦，撳翻個符號俾佢 ，OK。跟住之後第三個就係49啦。好啦，佢會出啲咁嘅嘢俾你嘅7/3，撳多下，哎呀 ，sorry。好，撳咗2下都係出呢個，即係佢係有嚿嘢嘅二次。好啦。3分母寫先，補個 x 俾佢。呢度係7，符號調轉，轉做-7，括住佢。兩個都係就俾個二次佢，照樣出呢個答案。OK， 好啦，咁去到 B 條，好啦 factorization 咧 B 條咧通常都會叫你去用翻 A 題嘅答案嘅。好啦，咁我就喺 A 題同 B 題揾翻後邊呢嚿嘢嘅關聯，同上面嘅關聯。OK。好啦，呢一條我哋照抄題目先 ，OK。9x 二次減42xy，再加49y square， 再減翻6x， 再加翻14y。好啦，-6x 再加14y， 其實係等於咩啊？-2乘翻3x 再減7y， 我漏咗個 y，3x 再減7y， 有冇問題？因為-2乘3等於-6x， 跟住再乘翻就等於14y 咁樣啦。OK， 好啦，咁於是乎咧，我就可以將佢寫成前面嗰嚿嘢，我將佢寫翻做上面呢個3x 減 7y 生括弧嘅二次，再減翻後邊呢嚿嘢，我將佢寫成呢度減翻3x 減 7y 生括弧。好啦，前邊後邊大家都有3x 減 7y， 我將個3x 減 7y 抽出嚟，將個3x 減 7y 抽出嚟之後，前面剩低啲咩啊？前面剩低一個3x 減 7y， 因為呢度有兩個二次嚟嘅，有兩個抽咗一個，剩低一個。呢度-2乘3x 減 7y， 抽咗呢嚿嘢出嚟，剩低啲咩？剩低個-2刪中括弧，拆晒啲中括弧佢。3x 減 7y 生括弧細括弧3x 減 7y 再減2，做完。